为着要来迎接到台江建庄200年，社区大学台江分校结合着海尾调风宫，伫个庙埕举办迎新年的音乐会，风鼓励用音乐感谢天地。 为着迎接台江建庄200年，伫庙埕举办音乐会，大家用音乐来答谢大道公守护台江，主题温情。叫蚵仔埕，伫庙埕边有一条蚵仔沟，这个蚵仔是咱学习的蚵物件的蚵。哦，咱大庙向下叫蚵仔，所以咱倒转来蚵仔林办这个建庄200年音乐会吼，有这个这个文化传承、地生团的这个意义啦吼。 跨世代演出，包括士大人，佮有少年人，做伙伫庙埕演奏。这嘛是疫情以来是外解封了后第一场台江大型的音乐会。这位吴彦成嘛期待未来10年会当有更侪学生加入春庙乐团，会当将音乐加入伫日常生活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